你真係完全估唔到，謝霆鋒名下鋪朝廷，風美及地產投資爆雷，總負債高達166億。連夜開會，鋪頭痛哭，一夜白頭，赤柱豪宅深夜按20分鐘門鈴，求前妻張柏芝救命。Lucas 以死相逼換來中東石油王子50億融資，王菲瑞士滑雪無憂無慮，更被爆7宗罪頂包案，打黃百超，假資助貧困生。直至2025年8月8號，紅磡演唱會，張柏芝含淚喊再愛一次，謝霆鋒跳台擁抱妻兒痛哭，王菲含淚離場，吐終究還是錯付了。最近香港金融圈爆出驚天消息，英皇娛樂旗下多家公司陷入債務危機，謝霆鋒名下嘅鋪朝廷後期製作公司、風味食品品牌以及個人投資嘅房產項目全線崩盤，總負債高達166億。消息一出，香港金融圈震動，謝霆鋒連夜召開緊急會議，據內部人員透露，佢當場崩潰，抱頭痛哭，甚至被拍到一夜白頭髮，整個人憔悴不堪。誰能想到，曾經風光無限嘅影帝男神，如今卻栽喺商業帝國上。謝霆鋒嘅投資版圖原本風生水起，2014年成立嘅風美品牌曾估值20億，加上佢嘅後期製作公司鋪朝廷曾包攬中國好聲音、變形金剛4等業界頂級項目，甚至喺北京、上海等地擁有數棟豪宅，堪稱娛樂圈最會賺錢嘅明星之一。但今年初開始，佢嘅商業帝國逐漸出現裂痕，先係風味曲奇被爆食品安全問題，大規模下架。緊接住鋪朝廷因技術落後丟掉多個國際大單，更慘嘅係謝霆鋒喺2022年押注嘅加密貨幣投資爆雷，一夜蒸發9億資產，加上疫情後房產市場低迷，佢嘅多處豪宅急售仍未脫手，最終債務雪球越滾越大，徹底失控。內部人士透露，謝霆鋒上個月曾秘密飛往北京求救於成龍、英皇老闆楊受成等圈內大家，但這些昔日好友不是婉拒就是已讀不回。更諷刺嘅係，佢嘅現任女友王菲近年熱衷慈善，名下基金會資金卻分毫不動，甚至被發現佢呢幾個月狂買名牌包出國度假，完全冇插手謝霆鋒嘅債務危機。喺最絕望嘅時刻，謝霆鋒竟然回頭找前妻張柏芝。據悉，9月底某個深夜，謝霆鋒獨自駕車前往張柏芝位於赤柱嘅豪宅，按了整整20分鐘門鈴才被放行。鄰居爆料聽見裏面傳來爭吵和哭聲，謝霆鋒好像一直在講：我錯了，只有你能幫我。更戲劇性嘅係，有目擊者拍到佢離開時手上拿住一疊文件，疑似張柏芝提供嘅財務建議或借款合同，究竟張柏芝會如何回應？據知情人透露，雖然兩人離婚多年，怨懟甚深，但看喺3個兒子嘅份上，張柏芝最後還是心軟了，甚至透過人脈幫謝霆鋒牽線香港某富豪集團，暫時融資50億周轉，但條件極其苛刻，謝霆鋒需抵押名下所有不動產，並放棄 Lucas、Marcus 同 Quintus 3個兒子嘅監護權變更權利。換句話講，張柏芝終於喺離婚12年後，徹底掌控了孩子們嘅未來。對比張柏芝嘅雪中送炭，謝霆鋒嘅現任女友王菲則被網友狂批無情。儘管謝霆鋒多次公開示愛，甚至喺財務危機初期還陪王菲去巴黎時裝周，但當佢真的面臨破產時，王菲不僅冇伸出援手，甚至連一句公開支持都冇。有粉絲發現謝霆鋒最崩潰嘅那幾天，王菲竟然喺 Instagram 曬出自己喺瑞士滑雪嘅奢華度假照，配文無憂無慮的日子，簡直係殺人誅心。更諷刺嘅係，謝霆鋒早年在節目上曾講，王菲係靈魂伴侶，柏芝只是孩子的媽媽。如今網友翻出這段影片瘋狂嘲笑，靈魂伴侶看你破產就消失，難怪當年李亞鵬也跑得快，天后果然只愛自己。謝霆鋒嘅父親謝賢得知兒子財務危機後，罕見暴怒，直接喺媒體面前大罵英皇老闆楊受成忘恩負義。當年霆鋒替英皇賺了多少錢，現在出事了連電話都不接。而謝霆鋒嘅母親狄波拉更是情緒崩潰，被拍到喺醫院掛急診，疑似因焦慮過度導致血壓飆升。佢喺病房接受訪時哭住講：霆鋒呢幾個月瘦了10幾公斤，每天只睡2-3小時，我真怕佢會倒下。更令人唏噓嘅係，謝家呢幾天嘅風波甚至影響到了 Lucas 同 Marcus。據 Lucas 嘅同學透露，佢被同學問及爸爸是不是破產了時，竟冷冷回應：我只有媽媽。而 Marcus 最近喺學校畫了一張全家福，但畫中嘅父親形象被塗成黑影，旁邊寫了 Money Ghost 金錢幽靈。
這次事件的最大贏家無疑係張柏芝，佢不僅借此機會徹底鞏固了兒子嘅監護權，更喺公眾面前樹立了恩怨分明、有情有義嘅形象。有資深媒體人分析，張柏芝這步棋下得太漂亮，既救了謝霆鋒，讓佢欠下巨大人情，又讓自己形象大反轉，從瘋婆子變成堅強單親媽媽。更撰文佢已收到多個綜藝邀約，甚至可能重返影壇。據悉周星馳已私下聯繫佢，有意讓佢客串美人魚兒，而內地某直播平台更開出天價想簽佢做帶貨主播。現在全香港都在看謝霆鋒能否挺過這場166億嘅債務風暴，係會像劉德華當年一樣東山再起，還是從此淪為破產影帝？據香港地產界爆料，謝霆鋒名下最引以為傲嘅中環半山頂級豪宅，近日以跳樓價3.2億港元掛牌急售，比當初入手價直接虧了1.8億。更誇張嘅係，某內地神秘富豪竟趁機開價2.5億，趁你病要你命，氣得謝霆鋒當場撕毀報價單。中介偷偷透露，謝生最近見誰都發脾氣，上個禮拜還摔爛了3部手機。9月28日凌晨，謝霆鋒嘅御用財務顧問 Dr. Lee 喺蘭桂坊酒後吐真言。其實上個月底，謝生已經找律師談過破產條例第6章，話沒講完就被隨行人員強行拖走。根據香港法律，若申請個人破產，謝霆鋒將被限制高消費，甚至連打車都要向破產管理署報備。9月15日，謝霆鋒開住15年車齡嘅豐田阿爾法現身油麻地，被眼尖網友發現車窗裂縫用透明膠帶黏住。就在眾人稱讚張柏芝大度之際，其前化妝師阿梅喺尖沙咀茶餐廳向記者抖出猛料。Lucas 知道爸爸破產後，把自己關喺房間裏3天不吃不喝，最後拿住美工刀對柏芝姐講：你要是不幫爸爸，我現在就挖下去。據稱張柏芝當時嚇得跪地痛哭，這才有了後來的50億救命金。Marcus 最近提交嘅經濟課作業裏，竟用謝霆鋒案例做分析，結論頁用紅色馬克筆寫住：當明星不如買雞蛋仔，至少不會欠債166億。校方緊急約談張柏芝，佢卻反常大笑：這孩子像我，從小就懂算賬。面對全網指責，王菲嘅鐵閨蜜搖滾奶奶劉雲喺微博發文暗諷：某些人當年為了小女友揮金如土，送遊艇送鑽石，現在想起就好了。配圖係2013年謝霆鋒被拍到手捧999朵玫瑰現身王菲公寓，有網友扒出謝霆鋒信用卡消費記錄，光係去年就給王菲買了17張頭等艙機票。最誇張嘅係七夕節當天嘅香港至巴黎往返機票，價值38萬港幣，而王菲實際上只坐了單程，返程直接作廢，金融專家痛心疾首。這筆錢都夠付3個月貸款利息了。85歲嘅謝賢近日現身中環太子珠寶鐘錶行，顫抖住取下陪伴半生嘅百達翡麗 Ref 2499，估值2200萬，要求寄買。店員回憶，四哥一直摸住錶盤講，霆鋒小時候最喜歡聽這個滴答聲。更心酸嘅係，佢連迪波拉送嘅金婚對戒都一交給了拍賣行。這邊謝賢喺變賣家產，那邊迪波拉卻被目擊喺半島酒店狂數愛馬仕，一口氣買了3個鉑金包。被記者追問時，佢語出驚人：難道要我陪葬？這些以後都是留給孫子的。就在謝霆鋒山窮水盡之際，老東家英皇突然召開記者會，宣投資30億開拍新警察故事2024，海報角落印住武術指導謝霆鋒字樣。楊受成面對追問，僅淡淡表示：我一向念舊。狗仔拍到謝霆鋒喺清水灣片場親自上陣試戲，曾經只用法國依雲水洗臉嘅佢，現在直接拿自來水頭。工作人員偷偷講，謝師傅現在盒飯都係最便宜嘅叉燒飯，還要加2次米飯。國際金融圈流傳一份神秘報告，直指謝霆鋒嘅加密貨幣投資係被量子基金相關做空機構追擊。更驚悚嘅係，有匿名郵件爆料，謝霆鋒出事前兩，其私人郵箱曾收到標題為 Say Goodbye to Your Money 嘅比特幣支付請求。命理師九龍居士稱佢早算到謝霆鋒有此一劫，公司開喺劍鋒煞位，又屬虎犯太歲，辦公室還擺錯黑曜石，建議立刻喺銅鑼灣避風塘放生666隻金錢龜轉運。古天樂默默將謝霆鋒列入古仔基金援助名單。陳冠希喺潮牌店循環播放《謝謝你的愛》1999，余文樂晒與兒女玩耍配文最簡單的幸福。容祖兒演唱會臨時加唱香水致敬。
關於張柏芝提供嘅巨額資金，金融狗仔追查到最終源自維京群島某離岸公司，賊人署名竟係 True BSM Partners。資深會計師分析，這很可能是用兒子撫養費做嘅投資，現在連本帶利拿回來。知情人透露，張柏芝書房有本復仇日記，最新一頁寫住2008到2023-15年利息應該收多少，後面畫了個笑臉。10月5日凌晨，謝霆鋒被拍到現身大嶼山寶蓮禪寺，與一位西藏喇嘛長談至日出。問了最多嘅問題係如何消除破財業障。下山時手腕突然多了條褪色紅繩，正係2006年張柏芝喺泰國求來嘅姻緣繩。自從謝霆鋒債務危機爆發後，一向化人化語嘅那英微博突然停更12天，直到10月8日才發一條晨跑照片，結果評論區瞬間湧入5萬條嘲諷你這枚男人都快跳樓了，還跑步。定位顯示喺深圳灣1號王菲頂級豪宅。王菲御用作詞人林夕突然喺 Instagram 發了紅豆歌詞，有時候，互相信一切有盡頭。配圖係見底嘅紅酒杯。據華爾街日報匿名消息，張柏芝嘅救命資金竟與阿聯酋某石油王子有關。柏芝去年喺迪拜拍廣告時，透過皇室管家認識了三王妃嘅投資團隊，這筆錢實際係以伊斯蘭債券形式操作，年利率高達28%，要求謝霆鋒必須保持清白投資者形象3年，否則債務將自動滾雪球到300億。張柏芝嘅神秘人物網還包括2019年摩納哥遊艇聚會結識俄羅斯寡頭千金，2021年沙特王儲私人狩獵派對，2022年卡塔爾航空 VIP 客戶，2023年5月拆3家離岸公司。謝霆鋒前員工大爆料佢早該破產嘅5個作死操作，一係迷信 AI 算命投資，每次重大決策前都諮詢某 AI 占卜 APP；二係用人為親，讓毫無金融知識嘅堂弟管理2億基金，結果全買成元宇宙土地；三係沉迷改裝車，車付7輛古董車改裝費夠還5億債務。最誇張係花400萬給法拉利裝純金牌系統。四係執住米其林3星，每月固定帶團隊飛歐洲試賽，去年光餐飲報銷就680萬。五係死要面子，去年 Lucas 生日明明財務也緊，仍硬撐送上300萬限量款勞力士。謝霆鋒嘅崩塌引發香港娛樂圈資本地震，古天樂緊急售3家電影公司股份，劉德華撤資扶持新引導演嘅基金，陳奕迅暫停裝修3億豪宅。楊永連夜界約5個對賭協議，跟風投資嘅香港小股民只能喺聯交所門口舉牌抗議。三大風水師隔空鬥法，李居明建議謝霆鋒改名謝陰風，並養9條黑錦鯉。麥玲玲斷言張柏芝生辰八字克謝霆鋒偏財運，送開雲玉佩以毒攻毒。司徒法正警告謝家祖墳捉白虎鹹師，開價888萬做法事。狄波拉竟同時約見3位大師。王菲戴上了5台山求來嘅金剛柱項鏈，張柏芝喺泰國拜4面佛時供奉了全金像橋。TVB 火速立行商戰劇逆風突圍影射謝霆鋒，分場大綱寫住：你以為那些喊你霆鋒哥的人真當你兄弟？他們只是在算你還能榨出多少殘餘價值。10月10日謝霆鋒生日當天，張柏芝讓 Lucas 送去自製提拉米蘇蛋糕，造型係破產嘅風味 logo 插住4根蠟燭，底層藏了張手寫紙條，記住166這個數字，它本來可以是我哋結婚的年份，原計劃2016年復婚，被謝霆鋒當場撕碎。10月12日下午，王菲大墨鏡出現在謝霆鋒質押嘅淺水灣道56號取酒青藏高原油畫，當年定情物，當晚發佈新歌預告，把青春還給我。出品方竟係張柏芝常年合作嘅錄音室，財經名嘴黃世聰喺節目扔出震撼彈。你們沒發現嗎？張柏芝嘅投資公司拆資金正好係166億，全場瞬間死寂。很多人評論講謝霆鋒沒什麼水平，何德何能？演唱會門票炒到10幾萬，不值這個票價，也沒資格被捧咁高。今天就盤點佢嘅7宗罪：一是轟動全港嘅頂頂包案 ，KTV 學員酒中護蘭花壇，打給張柏芝接走，讓司機頂包，殺方清去泰國拍廣告，真相大白判刑，更引發泰國親密照劈腿傳聞，導致同王菲分手，同張柏芝在一起。二是拍戲現場毆打黃百超，與張衛健改劇本將黃百超戲改為打屍體，真打重傷送醫起訴，宋果攬裝可憐假道歉，張柏芝爆料佢戴墨鏡掩蓋撒謊痕跡。三係產品致癌物超標。
虛假成分，4係假裝資助貧困生，承諾資助幾百元至北上學，2年後中斷，還拉學生上台領獎。5係唱片銷量數據造假，吸食大麻稱非違禁品。6係劈腿與私生活混亂，王菲、張柏芝及5個以上前女友，節目稱王菲單純，被嘲殺方成性。7係國籍問題，原本加拿大國籍，限籍令前才改回中國國籍，喺香港被襲，跑到內地買慘洗白。以前佢喺香港出道嘅時候，有人喺佢嘅演唱會上直接用東西砸佢，隨便掃一眼觀眾區，好家伙，這哪係演唱會啊，簡直係 TVB 台慶同英皇年會嘅混合現場。張家輝帶住廿線帽低調現身，陳奕迅頂住標誌性亂髮跟住節奏訪遊，容祖兒同阿 sa RSA 這對姐妹花湊喺一齊講悄悄話，歐陽震華還是那副笑眯眯嘅親切模樣，陳偉霆同鄭希兒舉住熒光棒嘅樣子跟普通粉絲沒啥兩樣。74歲嘅拉姑迪波拉頂住爆炸頭喺觀眾席又唱又跳。當然全場最吸睛嘅還是 VIP 包廂裏那位天后王菲，穿着 oversize 衛衣隨音樂輕搖。不過真正嘅高潮係觀眾席藏住2個彩蛋，謝霆鋒同前妻張柏芝嘅2個兒子 Lucas 同 Quintus 悄悄來了現場。15歲嘅 Lucas 穿灰色衛衣，側臉線條簡直係謝霆鋒年輕時嘅複刻版，大方微笑打招呼。弟弟 Quintus 黑色衛衣帽子嚴實罩住，五官繼承了張柏芝嘅立體感。更戲劇性嘅係 Lucas 旁邊坐住個神似李嫣、王菲與李亞鵬之女嘅姑娘。現女友喺包廂，前妻兒子同現女友女兒喺觀眾席並肩而坐，關係網編劇都不敢這麼寫。2025年8月8日晚，香港紅磡體育館沸騰了，謝霆鋒風行天下25年演唱會正在火熱進行中。當謝霆鋒唱到心情處突然停低，大熒幕切到 VIP 席位嘅張柏芝，只見佢梨花帶雨咁站起來，手震震腳握住麥克風下話：霆鋒，再給我們一次機會好不好？為了 Lucas 和 Quintus， 全場爆發驚人尖叫。坐在另一周 VIP 區嘅王菲戴住墨鏡，面無表情，指節握到發白。謝霆鋒直接跳落舞台，衝到張柏芝面前，兩人四目相對，張柏芝淚如斷線珍珠，謝霆鋒紅了眼眶。更讓人驚喜嘅係，19歲嘅 Lucas 同16歲嘅 Quintus 竟然從後台衝了出來，一把抱住了自己的父母，一家4口緊緊相擁嘅畫面讓全場哭成淚人。王菲肩膀明顯抖了一下，快速摘墨鏡擦眼角，隨後起身離席，被台階絆倒，對助理道出殺傷力十足嘅8個字：終究還是錯付了。演唱會前半場唱因為愛所以愛時，張柏芝帶兩字輕搖 ，Lucas 同 Quintus 講悄悄話，王菲高冷唱玉蝴蝶時打拍子，唱到2/3，最愛之後嘅前奏響起，現場立即騷動起來。